兄弟平安。伫即个连续假期啦，吼，可能咱也有真侪出外的兄弟姊妹啦，咱嘛求上帝来保守看顾，无论去伫倒落，上帝拢甲咱三甲伫地。咱嘛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三甲做伙伫遮来聚会，咱来唱诗学乐敬拜，感谢主。咱即时三甲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通过救主耶稣基督，正找你的儿女。我嘛感谢你，伫今仔日的崇拜中，无论是伫个来到教会，也是伫个线顶的每一位兄弟姊妹，阮拢要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带领阮，拍开阮的心，互阮搁较知捌你的话，互阮搁较明白你真理的旨意。求主来帮助带领阮今仔日的服侍。求主引带，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大家平安。有较寒吼，天气渐渐寒冷啊。昨昏是24节气的寒露，24节气寒露啦，就是讲，即摆开始进入深秋，落一摆雨会寒一摆，吼。咱这个节气吼，对农民来讲，咱农业社来讲真要紧啦吼。咱这摆人较少咧注意这啦吼，所以讲拄啊好安尼，我提醒互咱大家参考。那咱来团练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这咱会唱几啊遍啦吼。咱来请琴，甲咱弹一遍。咱来唱吼来，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接合一，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接合一，让上帝让伊的主让一个心。头个一届，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接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你上帝让伊的主，让一个心。咱搁来看587首，587首，这首咱真熟啊吼，咱的歌词实在对咱有真好的启示啦吼，咱个思想，咱第一节来读一遍500来楼顶的587首，来咱第一节唱一遍，读一遍吼来，我毋知明日
为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一天，有时阵黑暗恶长。我充满盼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行，你在我头前路途，做事明日会临到，做事恶得明了。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我想，只要咱知影讲，咱毋知影明仔载要有啥物代志发生，甚至下1点钟咱会发生啥物代志，咱拢毋知。这就是要咱信主、信主啊！所有人，咱知影讲爱专业的瓦克啦吼。咱若瓦克的时，咱甲主同骹步的时阵，我想咱就免惊吓吼。这是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若是讲你想看卖讲，我若知影讲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是讲后1点钟你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你会想安怎？我会记咱细汉时然后去演出啦吼，去明仔早起要演出，因暗咱小朋友拢哇，足一拢困袂去了。即摆嘛是哦，即摆这长者吼，因为一日游吼，明仔载个要去哇早，都无啥会困着安尼，有诶，讲要8点一炮，7点就来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明仔这是好代志哦。吼，我真欢喜。若是讲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先呢？咱想看嘛，咱你看咧，就是无法度想象啦吼。有一个试验讲，对死刑犯、死刑犯，要甲试他的心理吼。伊讲哦，我等下要甲你，迄个医生讲要甲挂你的手，绑你安尼吼，要甲挂伊的手，其实呢无甲挂啦，伊骹有放一个桶有水，爱滴，伊讲挂了后吼，手甲伊勒一下，无伤害着伊，就是甲咱滴，咚，迄声，伊认为讲伊是血在流，流了咧，就死啊！所以咱人的心吼，咱实在是真惊吓，将来种未来下一步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咱学习来挖课，咱若甲做同行的时阵，咱就免烦恼，无论啥物款的境遇，咱拢免烦恼。吼，来，咱来唱第1节。我不知明日会怎样，这条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大日好一个，有时阵黑暗为将来。充满吧，做不朽的靠，做不朽的靠稳高。我当今他做当卡步，你在我头前路。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到第2节，每一步哪行哪更绿，天上的金楼梯，我当。这眼更破旧。
咱毋知明日会什么款，但是咱知主将官明仔载，所以咱回看，咱就免惊吓。咱最后咱看614首。我心恬静，当你心安静的时候，你甲主结连的时阵，你就无惊吓吼。咱来唱第一节。我心恬静，我温柔主心内，恩恩爱别，爱相不通失给，救主所和你永远同在，世事为根，和主心系相在，我心恬静，愿归期陪落天，歌颂我主，就是喜乐。咱第二节，咱来准备咱的心哦。第二节，我心恬静，风云传，地高将来，亲像早日一般，天心啊，倚在龙无有大，要比天际，龙腾为他边，我心恬静，我的红颜，安住明月，万树龙为边界。这样准备心来做今日。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这是咱三甲内吟圣诗，圣诗第481首，
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讲一个神，讲一个听，对一个圣神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子民，各人一体。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一体，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讲一个神。讲一个听，对一个圣神，领受同一洗礼，咱属主子民，各人一体。请坐。这是咱三角来读主祷文，伫个周报的第7页。咱三角来读。愿伫天立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角来读启应文。启应文伫个圣诗后壁面57篇，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现着咱三角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这是咱国三角来吟圣诗第614首。我心恬静，圣诗614首。我心恬静，安稳点主实的，吞润来杯，哀伤苦痛十架，照主所爱，
趁伊命令安排，世事为变。我主信实常在，我心恬静，经过刺皮路程。耶稣我主，享受喜乐安宁。请咱起立来吟转首。我心恬静，阿门恬住心内，吞论来背，爱上可他是给，叫主塞，他已命令安排。世事为变，我主信实常在。我心恬静，经过刺皮路程，耶稣我主，享受喜乐安宁。我心恬静，上帝稳当引传，地高将来，亲像早日一般。在落寞摇荡，阿弥正义，路为看明。我心恬静，无论落多风雨。万事拢为平静，我心恬静，日子经过无停，思灵万心，主动在夜安宁。请坐。这是咱请主礼后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天国精兵》。
真古锥吼，真活泼的细囝。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母有慈悲怜悯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经过一礼拜，阮搁伫咧主日的早起，组织伫你的圣殿内底，正汉的姊妹，有诶伫网络，有诶伫咧实体，同心来敬拜你。愿主你保守看顾阮。伫即个世代，阮认为有新的发明，认为会使透过传播，将影音带入去咱的生活。足侪所在，足侪人嘛会使因为网络，会使搁较熟悉福音。天父上帝，阮要为着全世界疫情渐渐来减少，影响无遐大，来感谢你。嘛求你帮赞，伫咧台湾，伫咧教会内底，阁有病情的兄弟姊妹，赶紧来恢复因的身体，会使转来到阮当中，一齐来服侍你。主啊，伫即个世代，你有要求阮爱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但是有时，阮忽略你的教示，求主帮助阮的同胞，阮爱互相理解、包容、吞忍，学习你包容阮。你爱阮学习的功课是听，求你嘛帮助乌克兰甲俄罗斯，因两个国家是同一个民族，但是这中间因为人的贪心、贪婪、骄傲，忽略掌权的是主你。求主你互战争紧煞，将因的战车、火箭拍做犁头甲镰仔，人人无阁需要战争，会使和睦徛起。今仔日是传播基金会奉献主日，求主嘛帮助圣经公会伫咧翻译新一代的汉罗圣经顶悬的努力，互新一代的人会当用即摆的语言读你的话，知影安怎伫生活中间讨主你欢喜的平安，得主你快乐的赏赐。阮教会伫咧即摆开始，嘛要筹备感恩节甲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求主帮助遮个有参与的团体、老师、学生，伫训练顶悬有主你的信心甲伊伫地，互一切活动拢会使平安顺利。最近教会内底有兄弟受主警调，嘛求主安慰慰助，也求主你保守柯牧师伫文山教会服侍牧会的事工，拢有主你的恩典。阮将今日礼拜为头到尾交代伫主你的手，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赏赐阮平安。阿门。这是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咧圣经诗篇46篇第1节到11节。
伫圣经旧约第613页，诗篇46篇第1节，显着我的读。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溃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涌，山虽然因为海中摇拽，阮也无惊。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声欢喜。就是至高的所徛起圣的所在，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天无光，上帝要帮助伊，伊帮花花好，列国摇动。上帝出伊的声，地就烧扬。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看伊互地荒废到怎样？伊互高箭刷到伫地极，伊压至经斩断枪，将战车烧伫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受尊最大，伫遍地上也做权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读圣经到这，只是咱遮叶牧师来讲道，伊今的题目是发现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受到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众传播基金会的委托，来到咱中间来请安报告。大众传播基金会就是将上帝的话透过多媒体，尤其是即马网络科技，将声音、将影像来互众人会当听见。不只是台湾的基督徒，搁咱所有的台湾人，以及世界使用华语、使用台语的世界各国的人，所以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充满权能的主上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亲身来听见你对阮讲话，伫以下圣经分享的中间，恳求主你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对着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来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即马是2022年的10月份。咱敢知影台湾对什么时阵开始受到这个武汉肺炎，也是咱即马所讲的新冠肺炎的影响？2020年的年初过年前，到即马是偌久？2冬，差不多10个月，强要3冬啊！但是咱知影10月中。咱台湾也渐渐开放咱的国境，这表示讲，这个新冠肺炎已经无亲像过去遐尼恐怖。虽然讲伊悠然伫咱的中间会传染，有缘侪人会受到感染，但是这个危险性已经比2冬前搁较轻。但是伫过去这接近3冬，伫新冠肺炎的影响中间，咱一定感受到一项代志，就是平安的重要。无错，平安就是咱人类自古以来咱所追求的。对有历史以来，人就求平安，所以咧。
人需要有大的所在，对一开始山顶的墓坑，秘伫内底，也是有的民族是住伫树仔顶，嘛有伫树仔顶来起一个草寮啊。这就是求平安，也是讲人用火除了会当煮物件以外，火阁会当安怎？暗时的时阵，野兽就毋敢来，因为有火。求平安是人的本性，求平安也是咱人类自古以来所要求的。但是伫咱的生活经验中间，伫咱过去2冬外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中间，毋知影咱偌侪人真正体验到平安甲我伫地。有历史学家对伫所有所找会到的历史资料，差不多是几千冬，有人讲5000冬，有人讲6000冬。人类历史做统计，伫有人类记载的历史的中间，无天灾、无战争、无人引起的扰乱的和平的时期，算算敢若14冬，算算敢若14冬。人类历史几若千年的历史，敢若咱找到14冬是真正的和平时期。平安偌重要，咱基督徒见面，人拢讲平安啊。受到台湾基督徒的影响，咱即马也真侪台湾人，电视顶面嘛会讲平安平安，观众朋友大家平安，这不只是教会内。然后一般人三拄早起拢早安，中昼拄就讲午安，暗时活动结束讲晚安。这个安拢是平安，这表达咱拢较无平安。圣经甲咱讲，耶稣也应允门徒得到平安。保罗也甲咱讲，上帝要守护咱基督徒是啥物？上帝的平安就是搬过人所会当想的，搬过一切人会想的，超越人所会当想象的平安。腓立比书4章7节。所以咱基督徒，你我拢爱问咱家己，要怎样伫生活中间经验到平安？要怎样，互即款的平安，互咱会当伫上帝的慈悲疼痛中间，咱的生命得到塑造。咱无过是小可代志，就是遐紧张啊要害。咱袂因为小可代志，即马新闻就爱用什么网友暴怒、网友怒批，好亲像即马的台湾人小代志拢伫遐受气共款，新闻规工伫遐讲网友怒批，对无？咱怎样会当互咱对伫上帝的平安塑造咱？咱活伫上帝的听中间，咱毋是亲像新闻所爱用的网友怒批，规工伫遐气噗噗，小代志就伫遐气噗噗。咱基督徒毋是，但是要怎样来做？落去遐做。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46篇，以及咱家己的经验，应该咱拢学习到啊，就是咧要靠咱家己的气力追求平安，往往是无可能的代志。要靠家己的气力来得到平安，往往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人却往往忽略到这个事实。所以真侪人拢妄讲，家己真做上强的人，
上强的，所以我控制一切。想讲安尼就会当平安。迄款望家己伫人的中间变成上强的，所以会当控制一切，所以安尼就有平安。但是事实的，这2冬外以来，咱看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大传染，尤其是2冬前2020年的时阵，欧洲、美国这个科技上进步的所在，甚至医疗上进步的所在，大传染死实真多。当时欧美各国的政府，人讲束手无策。咱发现到，就算这个世界武力上强的大国，也拢无办法避免着传染病的大流行，这个新冠肺炎。无论是政治领袖影响力偌大，面对着新冠肺炎病毒的时阵，同款找无办法。咱看到这几个2020年的时阵，的这个大国的政治领袖，亲像日本本来望讲透过奥林匹克伫东京来办，会当振兴经济，结果这个新冠肺炎规个拍破原本的计划，受人敬重的这个安倍首相黯然辞职，然后咱看到迄个生啊，就像维尼熊迄个，到今嘛，犹原因为无办法控制这个新冠肺炎，要求清零，结果咧，中国大都市几个月前上海影响偌大，甚至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未来可能这个经济的这个 GDP 的成长剩2%，中国甚至即马印度强要超过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啊！你就知影即个新冠肺炎，这个大国，好，虽然讲因的武力真强，军队真大，甚至真有钱，但是拢无办法靠着家己来面对新冠肺炎病毒。来兄弟，来看咱家己，可能咱拢有捌想过，讲靠着家己真做搁较强，靠着家己掌握哪济，就望讲对打了后会当永保安康。但是各位兄弟，我想咱行过的路，咱行过的经验，教着咱，就是你若想要安尼做，靠着家己真做搁较强，靠着家己会当掌握搁较侪资源，就想要永保安康，到后来拢是空空。因为有真侪代志拢是咱家己无办法，家己无能为力来控制，无办法去避免的，亲像病痛、死失、犯着错误，也是面对着关系破裂，等等。诗篇46篇，咱独独读到，就是甲咱点出这个事实。诗篇46篇第60讲：异邦欢好，列国忧动，上帝出伊的声，地就消扬。第90节讲：伊互高箭煞，到伫地极。这拢甲咱讲，
就算是即个世间遮会强的国家，想要透过武力、透过政治的计算来求和平，但是到后来咧，就亲像遮个战车伫火内底来烧，亲像遮个弓、遮个枪，互上帝压制，互上帝震动共款，拢是无办法的。落去下这诗篇46篇，要甲咱见证的就是，只有上帝会当带来和平，互即个世界；只有上帝会当互咱的生命中间有平安，因为上帝是咱真正的避难所，是咱真正会当得到保护的。是真正咱会当得到暂时的安息，暂时互咱会当休喘，互咱会当准备好咱家己，继续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即句话，即句圣经的话，毋是讲咱信上帝了后就百毒不侵。未拄着啥物困难，毋是。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讲咱伫世间，咱伫生活中间，难免拄着困难，难免面对危险，难免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阵，咱会当转来上帝面前，得到休喘，得到时间。来备办好咱家己，来继续冲，继续面对现实的挑战。上帝是咱的气力，当咱面对着各样的困难、挑战，甚至是拄着苦难的时阵，咱知影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有没有更好？没有更好。只有靠上帝，只有倚靠上帝，咱会当克服这个苦难困难。上帝会听，也是伫患难中来向咱显明。咱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伊会听显明出来，互咱就算面对着挑战、困难，也是苦难，咱永远有平安。上帝也是咱的保护者。亲像关台即个堡垒，有坚固的围墙保护，是咱真正通倚靠的。只要咱回头看咱人生所行过的路，思考咱以前所经验过的代志，咱就会当发现到每一个脚步其实拢有上帝的听显明出来。有时阵，咱过去咱行过的时阵，心中非常的艰苦，但是咱今仔来回想，因为有上帝的听，所以我有今仔日，所以我会感谢上帝。这种上帝同行所带予咱的平安，真正是人所无办法理解的，也是这个世界无办法予咱的真正的平安。就是咱回头看，咱每一个脚步来中间，拢有上帝的听，这款的感动，这款互你愿意去伫你过去的经验中间来找到上帝的听，找到迄当阵原来是上帝，互我会当平安行过这个艰苦困难。诗篇46篇第9节讲，伊互交战线到伫地极，伊压制弓，剪断枪，将战车烧伫火中。上帝伫咱生命的中间，以及伫即个世界内底来运行，只有伊会当互世间人彼此中间的交战来煞，
亲像诗篇46篇第9节甲咱讲的，只有上帝会当互真正的平安来实现。真侪时阵，咱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阵咱用咱的技巧，甚至用手段，想讲会当来将人甲人的问题来好好来瞧一下。但是我想，咱在座真侪，甚至比我搁较年长，比牧师搁较年长的，咱拢已经学习到啊，人甲人的关系出问题，人甲人无平安，用人的手段来瞧，往往愈瞧愈严重，敢毋是安尼？尤其教会中间，搁较明显，用技巧来瞧，拢未成功，愈来愈惨。但是徛咱大家伫上帝的中间，同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咱，咱若愿意安尼做，所有的问题慢慢，上帝来化解。上帝爱咱学习到的，就是面对挑战甲患难的时阵，咱会当保持平静安稳，来看去上帝的大溃难。这可能甲咱人的本性，咱人的本能是相反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安尼，往往一感觉到威胁的时阵，咱就会无去想讲问题伫倒位，咱袂去想讲上帝爱咱安怎做。咱拄着代志，感觉家己威胁着家己的时阵，咱就马上想讲，我一定爱做啥物。我一定爱做啥物，才会当控制状况，这拢是人的本性。一拄着威胁，感觉无平安的时阵，就硬要做啥物，来互咱感觉我会当控制状况，满足迄款的感觉。但是，请问咱各位兄弟姊妹，这敢真正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咱到底是要拄着问题要解决问题，还是讲拄着问题的时阵，我逼我家己一定要做啥物代志，来满足家己的无安全感？咱来思考，这有啥物无共款？解决问题，也是要满足家己的无安全感。这个相片是得到奖的相片，是一个这个法国。即个布里塔尼的海边啊，有一个灯塔，一个大影，咱看到迄相片中间迄个人，伊徛伫遐，咱讲伊毋知影死活，但是至少咱伫即个相片中间，咱感受到迄个管理员徛伫遐，啥物叫做平安？大影的中间犹原有平安，就是迄个管理员。来遐这。应该咱拢捌听过即款的故事。有人游泳的时阵，骹抽筋真痛，所以人会紧张，一紧张咧，游泳的时阵一紧张就会安怎？双手伫遐拍水，结果愈拍，人愈沉落去。但是人一放松家己，放松家己了后。水有浮力，会当将人来浮起来，自然人就浮起来，就袂沉落去。这就是一款人的本能反应，有时阵反倒转害着咱的一个实际的例。愈拍水，人愈沉落去，但是身躯一放松，水本身自然就有浮力啦。互人会当浮起来。当咱平静的时阵，反倒转更较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伫咱四周围。你一紧张一生气，你看到的拢是遐个无好的，看到拢是别人的无好。你若安静心，你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悠远伫咱的四周围。咱就爱学习。安静心，咱就更较会当发觉有上帝的同在，平静安稳，
也互咱搁较会当学习倚靠上帝，毋是靠家己的材料。你兄弟，平安和平，并毋是一款的想象，平安是咱每一天拢会当经验到的。只要咱愿意谦卑伫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的权能下面，上帝会赐咱即个真正的平安。只有上帝是咱平安的源头，愿咱持续透过祈祷，求上帝所授予的平安临到咱的生命中间，也愿上帝所授予的和平临到这个世界。咱做下头来祈祷。听完的主，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遍来思考，就是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阮是想讲，干那靠着家己的材料来控制的状况，也是阮愿意安静心、大声来向主你恳求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大声祈祷，来求上帝你来做阮的主宰，来带领。主啊，恳求上帝你会听，常常伫阮的中间来显现，互阮会当透过平静安稳，来发觉到你的听，伫阮的四周围持续去做工。求上帝你帮助阮，也求上帝你所授予迄个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临到阮的中间。恳求上帝你看顾，恳求上帝你保守。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播基金会有一个请安的影片，请咱持续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为着这项事工会当继续来将上帝的话传到各所在。伫1980年代，台湾人为着要反抗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媒体规划放弃的情形，开始用杂志甲刊物挑战中国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言论甲思想控制。到1990年以后，对言论控制的反抗，毋但用文字，佮进展到声音甲影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这段台湾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期，也渐渐发现大众传播对宣教的重要性，所以成立大众传播基金会，设立新眼光电视台。新眼光电视台开始放送了后，就面对电子媒体的转换，对类比的传播技术转换做数位，对有线转换做网络。伫传播技术转换期所成立的电视台，随时面对新技术、新媒介的问题，直到经营顶面出现极大的困难。经过侪年的打拼了后，2019年，大众传播基金会决定全面退出有线系统，投入全部的心神往网络系统发展。而且内部重新整合，目前还阁用上升成本的方法，通过网络不断运用媒体来宣教。2021年，咱有2个计划，伫节目方面会将过去翕的特色教会影片重新制作，请4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来主持，带领观众朋友对无同的角度来了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多元的宣教事工。按算要做40集，
伫2021年2月底来完成，放伫 YouTube 放送。第二是要邀请张德林牧师继续主持《我有一个台湾梦》的节目。关系重新起造的网站，今年3月份会开始运作。全新的网站会申请博塔的认证，比照政府的规格，互伫看、伫听、伫机体、伫认知以及神经等等方面无遐方便的兄弟姊妹来使用。网站会当收看上新的消息，收看进前所录的节目，直接来奉献，符合网络时代。为着福音的缘故，今仔日我来到咱的教会，为着要互较侪无信耶稣的人听见我今仔日咧讲的，就是爱有媒体电视台啦。所以咱今仔日除了做礼拜以外，就是爱为着新眼光电视台来奉献。有感动的，你奉献，就是你有份伫传福音啊啦。请各位兄弟姊妹为咱的基金会代祷甲奉献，做伙收看收听基金会所做的优良节目，三甲见证阳光上帝事工，治愈台湾人民。好，这是咱三甲内经圣诗第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黑长。对将来我充满盼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做事明日会临到，做事学得明了。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有长。对将来，我充满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做事明日会临到，做事学得明了。我清楚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每一步，若行若光明，亲像爬黄金楼梯。我当若爬树若去，若云彩灿烂
高，最最是我的明了，我亲自主将我明日，你看我一路行头，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我还是上帝？天天子有勇气交加，伊也会予我高雅。头前虽然有水火，有情的，也有苦悲，啊有主引带我路走，伊不会甲我抬头。最最是明天会领高，最最是我的明了，我亲自主将我明日，你看我一路行头。请坐。下面请大家闭眼心，来准备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个报告的大声，
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诗篇46篇7节。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诗篇46篇第7节。好，咱三个来看周报第3页。圣工分担的主日的第2礼拜吼，领袖是赵以乐长老，司礼是狄仁娇执事，司琴吴文婷，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施新宇，甲张义如执事，交台是施新宇甲许伯恩。音控是施浩轩，还有周立健兄弟。讲告经理是柯牧师。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内容是但以理书第10章，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张文兴执事。伫主理礼拜，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1章27节到34节。题目是酸葡萄，酸的葡萄安尼。主理是柯牧师，咱圣诗请兄弟家己来大声来备班啦吼。好，这是咱献到周报的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咱今仔真感谢吼，本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团报基金会奉献主日。对台湾圣经公会圣经研读本编辑小组叶景安牧师来本会请安募款，请兄弟关心甲代祷吼，为了这个基金会，伫遮我嘛代表教会甲叶牧师来谢谢。第2项，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伫本主日礼拜后10点40到12点，伫会议室要来召开吼，请有相关的长级老部来做伙参加。第3项，团契当工的改选吼，请各团契10月底进前来完成这个改选。改选完成了后，请将这名单交予干事来刊登周报。第4项是当工训练吼，11月6号要举办会长当工的训练，请会长甲当工迄时爱有备办心来做伙来参加。第5项，2022年事工研讨会资料的备办吼，请各团契开始来备办这个2022年事工研讨会。文字的报告甲 PPT 啊吼，整理好交予干事来整理。这时间到11月6号吼，请各团契注意。第6项，蒙主温调吼，就是阮本会张丰义兄弟，伫个9月29号安息主怀，时间定伫个10月13号拜四，早起7点吼，要伫个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吼，至善一厅要来举行这告别的礼拜。礼拜了后就是火化吼，念面就要安葬伫宜兰圆山仔福园。吼，遮有要参加的兄弟爱注意哦吼，因为爱这备办交通车吼，所以若有意愿的会使等下会后到1楼。会来登记吼，登记你的名，伫个办公室遐。定伫个10月15号拜六早起吼10点，伫个本会举行追思的礼拜吼。10月15，过来即个拜六早起10点。第7点，蒙主温调张在旺长老的夫人张葛红玲姊妹，伫个10月1号安息主怀。定伫10月18吼，18拜2早起伫本会举行追思的礼拜，了后要安葬伫
基督教平安园，吼啊，这嘛请有意愿的兄弟来登记，吼嘛共款爱安排这个交通车。喂，补充说明吼，要伫第6点，要伫洪义乡的这个伊的力量火化礼拜吼，早起7点，请咱家己自行前往殡仪馆吼。拄则报告要登记车的是线接落来要去到宜兰安放的，才需要登记吼。所以迄天的早起7点的个别礼拜是咱自行前往吼，咱家己去吼。要去到宜兰福园的吼，则是爱登记车，这请今仔登记，因为家属爱备办这个座位吼，这个部分。第7点的黄陵丢了牛吼，这是伫拜二早起10点，伫咱教会举行了推出礼拜了，随要平安园来安放吼。即个若要去到平安园的，嘛爱登记，互家属会当备办即个车位吼。所以这是补充报告的部分，多谢。好啊，过来就是教会集体交通吼，这有教会内底有侪兄弟，需要咱三甲关心大道，请咱家己来看这名单。啊，佫有洗礼进前的信仰课程吼，时间是伫咧10月15号。下晡1点到4点，吼有备班朋友啦，吼，还是讲你本身备班要洗礼、领洗礼、坚信礼，牧道友拢会使这干事，吼来摕这报名单，啊填了交互牧师以上。啊，奉献的证明，吼伫咧印伫咧周报内，页伫咧周报内底，啊大家会使家己来看，啊，然后出入会使会计甲出来来订正。好，下面咱来唱所要念的圣诗第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咱请叶牧歹势，大家请坐，会记你介绍。真歹势吼，今仔日对，有新朋友来啊，感谢主，会当互咱中间有新的朋友。啊，一位是简淑培小姐，另外一位是刘志宇小姐，两位坐伫咧上后壁。咱来到教会是为着要祈求上帝的真理，真感谢主，互咱会使做伙组织。好，谢谢。好，啊，佫有无介绍到的无？好，若无咱来吟所要念圣诗，吟诗煞，咱请叶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咱拢爱会记住，咱伫着开力是对伫平静安稳，所以愿咱拢会当伫祈祷中求上帝的平安临到咱的中间，也求上帝将和平赐予这个世界。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的平安照顾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